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， 聖誕就快到，今日我哋一齊講下勞力士嘅溫暖事蹟。故事要由二戰歐洲打得最激嗰陣講起。英國飛行員被送往戰俘營嗰時，佢哋嘅勞力士手錶經常被沒收。勞力士嘅創辦人漢斯威爾斯多夫聽聞呢件事之後，做出咗一個暖心嘅決定。佢公開承諾，為所有英國戰俘替換被沒收嘅勞力士手錶，戰後先再俾錢。戰俘只需要透過國際紅十字會寫信俾勞力士，說明丟失情況，新錶就會透過紅十字渠道寄達營地，附上寫住戰時絕對唔可以考慮付款嘅便條。根據歷史記錄，當時總共超過3000隻勞力士被訂購，熱門型號包括容易隱藏嘅 Speed King 同有助逃脫計時嘅 Oyster Chronograph。1942年聖誕前夕，佢喺全球雜誌上刊登咗一則經典廣告，以盟軍士兵做背景，配上充滿希望嘅標語 There'll always be a Christmas。佢將呢份信息印製成幾萬份，分發到全球員工、經銷商，甚至透過盟軍渠道送到前線士兵手中，令好多喺黑暗中掙扎嘅士兵重拾勇氣，提醒佢哋時間計算嘅係通往勝利同希望嘅一日。下一集我哋會講講百達翡麗特別嘅聖誕傳統。